西張跟進網紅15少涉呃公屋再爆驚天內幕，借親弟公司推1500美元天價西輸，涉嫌轉移資產瞞天過海。西張導讀，網絡紅人15少本名吳永新，又名伍興平，早前被踢爆涉嫌濫用馬鞍山眾安邨一人公屋作商業直播兼屈蛇，事件引起全城公憤。但原來好戲在後頭。本節目近日再接獲知情人士及網民連環爆料，揭發15少涉嫌隱瞞入息嘅手法，可謂早有前科，精心佈局。又指早在其出版《大怪獸》之前，他已透過親弟 Lua 開設的天河水有限公司出版一本定價高達港幣1500元的《大怪獸前傳》光龍虎。網民質疑有人重施故技，利用空殼公司左手交右手，非法轉移賣書利潤，借此營造低收入假象，以騙取公屋單位及其他政府援助。第一擊，網民起底光龍虎，堪稱天價西輸。要講這次的資產轉移疑雲，就要從一本神屌的書講起。據網上多個論壇及知情讀者爆料，在15少推出廣為人知的大怪獸之前，其實曾暗中推出過一本名為《大怪獸前傳光龍虎》的刊物。這本書在網絡上可謂惡名昭彰，被不少網民及前粉絲戲稱為天價西輸。原因無他，皆因這本聲稱是前傳的刊物，定價竟然高達令人咋舌的1500美元港元一本。網絡搜集資料及網民熱話，網民1500蚊買本只有40幾頁咁嘅嘢，啲畫工同內容根本唔值呢個價，擺明係用嚟 cap 水斂財啦。網民 B 嗰陣時群組入面係咁谷人買，話咩限量版送原稿支持15少，而家諗返根本就係變相嘅大額課金，只不過用買書做包裝。網民 C 最奇妙係本書嘅出版商唔係佢自己個名，大家查下間公司背景就知有景轟。第二擊，揭開天河水有限公司面紗，涉嫌親屬連帶轉移利益。正如網民所言，這筆龐大的天價售書收益到底入了誰的口袋？調查發現，光龍虎的出版發行以及後續潛在的版權收益，據報並非直接落入15少伍永新的個人戶口，而是透過間名為天河水有限公司進行操作。更令人震驚的是，根據爆料指出，這間天河水有限公司的背後話事人正是15少的親弟弟 Lua。有法律界及會計界人士分析，這種操作手法在坊間屢見不鮮，懷疑有人利用親屬開設的公司作為白手套，將自己作品如光龍虎及後續書籍的高額定價收益直接導入該公司的銀行賬戶。透過這種左手交右手的財技，當事人自己在名義上的個人入息及資產便能維持在極低水平，完美隱藏其真實的暴利收入。第三擊，終極目標，而隱瞞收入、呃公屋兼呃援助。如果轉移資產的指控屬實，其背後的動機絕對牽涉嚴重的違法行為。結合早前15少被指控在馬鞍山眾安邨公屋進行商業直播的事件，整個脈絡便呼之欲出。避開富戶審查，公屋設有嚴格的入息及資產限額，若15少將每本1500美元的售書利潤及直播巨額課金如實申報，極有可能早被房署列為富戶，甚至被踢出公屋。涉嫌詐騙政府資源，透過天河水有限公司節流利潤。他在政府部門如房屋署、社會福利署的記錄上，可能只是一名低收入人士。這不僅讓他能安然霸佔眾安邨的一人單位，甚至令人懷疑他是否借此騙取了其他低收入政府津貼。社長呼籲促請房署、稅局及執法部門徹查，由公屋變商業直播室，違規屈蛇，再發展到現時，涉嫌利用親屬公司天河水有限公司出版天價光龍虎來轉移隱瞞資產。15少伍永新的行為如果屬實，絕對不單單是違反租約咁簡單，更可能觸犯了防止賄賂條例、盜竊罪條例中的欺詐罪以及涉嫌逃稅。本節目強烈呼籲房屋署特遣隊、稅務局甚至執法部門應主動介入調查有關人士及其相關公司天河水有限公司的資金流向。同時呼籲曾購買光龍虎及大怪獸或知悉其資金運作內幕的觀眾，盡快向相關部門舉報，將真相大白於天下，將珍貴的公屋資源還給真正有需要的香港市民。